好，大家下午好。我哋係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咧，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教大幼教社區同行系列嘅一個系列講座第8期。係啦，我係黎建斌博士，亦都係我哋教大幼教嘅副系主任。咁幼教說咧係我哋學系推出嘅一個系列嘅講座啦，希望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方式，同本地以及係我哋內地嘅幼教同學一齊咧嚟去探討一啲幼兒教育相關嘅熱點話題。咁同埋咧，同我哋業界嘅同工、家長以及所有關心幼兒教育、家庭教育嘅人士咧，去分享我哋嘅一個研究嘅成果。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好一啲知識轉移工作啦，喺學術同埋實際嘅應用上面咧，去建立一個橋樑，咁咧就可以更好地幫助幼兒小朋友去成長。咁我哋今日嘅一個講座咧係會用廣東話去進行嘅。咁今期嘅一個講座咧嘅主題係數字賦能幼教，遊戲式機械人編程與運算思維嘅培育。咁其實講到數字咧，佢係我哋時代嘅一個浪潮啦，亦都係我哋幼兒教育嘅創新嘅方向。咁喺現代嘅幼兒教育裏面咧，我哋嘅科技同埋遊戲嘅融合係突破傳統嘅關鍵之一。咁對幼兒運算嘅思維培育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同埋意義同埋影響深遠啦。咁今日咧，我哋非常之榮幸咁去邀請到呢一個方面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大咖，係咁就係我哋幼兒教育學系嘅副教授楊偉鵬博士。咁佢今日咧將以科技加文化加遊戲為核心，咁去同大家去探討如何通過遊戲式機械人嘅編程課程咧，去賦能我哋幼兒教育嘅一個革新，同埋培育幼兒嘅一個運算思維。咁喺我哋嘅講座開始之前咧，咁希望同大家有一啲須知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嘅。首先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會議室咧，喺我哋呢個 meeting 嘅時候咧，我哋係自動設置咗靜音嘅。咁如果大家喺聽楊博士喺度講嘅時候咧，如果係大家有啲任何嘅問題咧，可以先喺聊天室裏面咧去進行留言。咁我哋分享咗之後咧，結束咗分享之後咧，咁楊博士就會視現場嘅時間咧嚟去回答大家嘅一啲問題。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呢一次嘅講座咧係會全程錄影嘅。咁我哋所錄嘅影片咧會喺之後咧會放翻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去俾大家有一個回放。咁如果你係唔想你嘅樣係出現喺呢一個影片裡面嘅時候咧，咁就請大家可以係自動關閉你嘅攝像頭啦。好。咁我哋都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咧，首先今日咧，我哋會係請到楊偉鵬博士啦。咁喺我將個時間交俾佢之前咧，咁都容許我係介紹一下我哋楊博士嘅。咁楊博士咧，佢而家現任係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嘅副教授，以及係人工智能腦與兒童研究中心嘅副總監，並連續多年入選我哋美國 Stanford 大學全球嘅前2%嘅科學家名單啦。咁楊博士嘅主要嘅研究領域咧，係集中喺幼兒智能教育啦，包括咗運算思維啊、機械人編程遊戲啊、人工智能素養等方面。咁主持我哋香港政府多個研究嘅基金啦，例如 ECS 啊、GIF 咁樣樣嘅。咁同時佢都係擔任多本國際期刊嘅主編、副主編以及係編委啦，並獲得我哋香港教育大學校長獎係喺研究方面嘅咁。咁大家聽一聽都知道我哋楊教授嘅一個研究嘅一個心得非常之豐富啦。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咧，我哋就而家將個時間交俾偉鵬，好啦，咁啊交俾楊博士。好，偉鵬唔該你。好多謝阿建斌啦，咁都首先我要感謝幼教署邀請啦，咁有機會同大家去分享翻啲新嘅研究成果。咁首先我會簡單介紹下我嗰個實驗室其實做緊啲咩研究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啲小朋友咧出世嘅時候咧，佢就要接觸 AI 㗎啦。咁你願唔願意都好啦，佢都已經生活喺 AI 呢個世代裏面。咁我哋會叫呢一代嘅啲新嘅小朋友叫 AI 原生代啦，英文就係 AI natives。咁呢個同我哋以前講嘅啲數字原生代係有唔同嘅。呢度 OK，咁我哋呢度咧其實有3個主要嘅研究嘅主題。咁第一個主題咧就係科技點去賦能幼教咁呢度其實都有好多去研究嘅地方啦。譬如講，我哋用啲咩方式
好適合嘅將啲新科技去帶入幼稚園，而唔會將啲家長啦或者老師啦覺得好似壓力太重。咁我哋呢裏面其實好多需要研究嘅話題嘅。咁第二個領域咧，其實我哋係研究緊啲文化點去響應革新。咁我哋其實講緊科技嘅融入或者係後本課程嘅創新啦，背後其實都係諗緊文化點通過文化嘅方式，將呢啲課程嘅創新咧可以符合到本地嘅文化啦，同埋機構嘅文化嘅。OK，咁第三樣嘢我哋都覺得重要嘅就係小朋友個天性係中意遊戲嘅。咁我哋點通過遊戲嘅方式，將適合小朋友嘅一啲內容啦、科技啦，甚至乎佢嘅日常生活啦，可以變成佢嘅學習嘅內容，通過遊戲嘅方式成為佢哋中意嘅一個學習嘅一個目標。OK，咁我哋今日咧，因為嗰個時間都有限，我哋有1個半鐘嘅時間啦。咁我哋其實會 focus 喺主要係兩個方面嘅。咁第一個方面咧，就係我哋講緊呢樣科技嘅融入。咁我哋有冇一個框架咧？有冇一個框架？有冇一個 framework 可以幫我哋去理解？其實我哋係要點做先好？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嘅適合小朋友嘅幼兒機械人編程，究竟係點一回事咧？咁時間有限，我哋就唔會太多去講教師專業發展啦，或者嗰個空間嘅設計。OK，咁第一部分嗰個課程框架咧，其實我哋認為咧，我哋而家現時用緊嘅一啲幼稚園課程嘅框架咧，係有啲舊嘅。原因就係咧，我哋譬如講香港嗰個框架咧，係2017年係最新嗰個版本啦。咁2017年到而家其實都已經係有8年啦。咁其實已經需要到嗰個時刻要去更新，同埋咧科技嘅發展係好快嘅，好快速嘅。咁每一年甚至乎每一個月甚至乎每一個星期科技都已經會轉變得好快。佢尤其係喺 AI 時代咧，嗰個 AI 嗰個模型嘅訓練咧，個速度係比我哋想象中要快得多嘅。咁其實喺呢個對比之下咧，我哋嗰個課程嘅創新，我哋課程框架嗰個更新個速度係遠遠要慢過我哋科技嘅創新、科技嘅更新嘅。咁呢裏面咧，我哋就覺得其實而家現行嗰啲課程框架咧，對於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小朋友係咪最新嘅、最適合佢去應對未來嘅挑戰嘅咧？咁17年嘅時候，其實 Gen AI 仲唔係一個話題，冇得討論。但係其實到咗2022年開始咧，Gen AI in education 喺教育裏面嘅人嗰個運用咧，已經成為咗所有教育嘅呢啲我哋嘅研究者啦，我哋嘅實踐者啦，都避唔開嘅一個話題。OK，咁我哋會認為咧，呢樣嘢係已經係兩個時代已經變咗㗎啦。咁我哋提出一個新嘅框架係乜嘢咧？就係叫 scale。OK，咁呢個 scale 框架咧，佢包括第一樣嘢係科學素養，第二樣嘢咧就係運算思維，第三樣嘢係人工智能素養，第四樣嘢咧係學識學習，或者我哋叫原認知。第五樣嘢咧就係工程設計思維。咁啱啱好咧，呢5個重要嘅學習目標咧結合埋一齊，第一個英文字母咧啱啱好就係一個單詞叫 scale。OK，咁我哋呢個 scale framework 咧，佢個核心咧就係 metacognition 原認知。咁原認知其實就係幫助小朋友諗明點去解決問題，諗明自己佢運用嘅個策略係咪啱嘅，需唔需要再一啲調整去符合翻佢想實現嘅嗰個目標。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今日個重點咧就係運算思維。
咁運算思維顧名思義啦，咁同我哋電腦科學係有關嘅。咁我哋電腦科學家係點諗問題嘅咧？我哋嗰啲電腦科學家嗰個思維方式係點嘅咧？咁其實我哋就將呢種思維模式稱為 computational thinking 運算思維。OK，咁呢種運算思維其實就係適合每一個人去發展嘅一種思維模式。但係我哋平時有機會我哋會忽略咗佢個重要性。但係喺而家呢個 AI 時代咧，我哋電腦科學對於成個社會嗰種動力咧係好強大嘅，所以我哋就要諗下，我哋點培養下一代嘅電腦科學家。OK，咁我哋要諗一下，我哋嘅電腦科學家咧，對於未來咧，要用一種咩方式去幫助我哋解決日常生活當中嘅問題。咁首先我會俾大家啊，將啲好抽象嘅概念變成一個好現實嘅案例俾大家睇一下。咁究竟喺幼稚園當中咧，小朋友係點將呢啲 scale 嘅學習目標融合喺佢嗰個學習內容當中，佢個活動當中嘅。OK，咁大家留心睇下，因為佢個呢個片段係好短嘅，所以需要大家真係好留心睇下小朋友究竟做緊啲乜嘢，會發展到佢哋嘅咩思維。OK，咁我哋呢個好短嘅片段咧，其實已經俾到大家睇到小朋友點用機械人進行編程，同時咧呢啲龍嘅身體嘅每一個部位咧，都係小朋友用 3D 打印打印筆啦去打印出嚟嘅。咁大家可以睇到成個故事咧，都係小朋友自己設計嘅。回應翻佢哋感興趣嘅一種文化，就係春節同埋過年佢嗰個文化。咁嗰年咧，佢哋啱啱好係龍年嘅，咁佢哋就做咗一個中國龍嘅一個主題。咁小朋友設計啲活動啦，嗰啲作品啦，全部都係有關呢種文化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呢背後小朋友可以發展到就係我哋啱啱講嘅運算思維啦，佢嗰個工程設計能力啦。咁究竟編程點去幫助小朋友發展佢個運算思維嘅？同埋我哋啱啱睇到嗰個小朋友用嘅嗰個機械人，其實係唔需要屏幕嘅。小朋友喺進行編程活動當中咧，佢都唔需要接觸到屏幕。咁對小朋友個視力嘅保護啦，對於小朋友個專注力嘅培養啦，都係有好處。因為我哋唔需要用到屏幕，小朋友係需要 focus 喺呢嚿機器人上面去解難，去解決佢個問題，去設計佢嗰個解決方案。OK，咁我哋一齊嚟體會一下，究竟作為一個小朋友，佢去玩呢樣嘢嘅時候咧，佢係一種嗰個學習究竟係點發生嘅。OK，咁首先我哋呢個挑戰咧，就係一個去幫我哋嘅王子去救翻我哋嘅公主。咁大家睇呢張圖，應該可以發現公主其實而家隔離係有怪獸嘅。咁我哋要收集啲寶貝去對付呢隻怪獸，跟住喺怪獸手中去搶救翻我哋嘅公主。咁呢個任務我哋已經明白要做啲乜嘢啦。咁個起點其實就係而家王子企嘅地方。咁我哋呢嚿機器人咧就要擺喺王子嗰個起點上邊。咁我哋而家諗下，我哋而家要實現我哋嘅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就係收集埋所有嘅寶貝啦，收集埋啲寶物啦。跟住第二個目標就係去對付呢隻怪獸，係咪？最後我哋就可以搶救到
公主。咁呢個路線有幾多選擇咧？我哋要諗下喺呢張地圖上面，由起點到終點，同埋要完成啲任務，我哋嗰個解決方案係咪有好多種咧？其實佢有唔同嘅路線都可以實現呢個目標。咁我而家俾大家睇一個解決方案啦。咁呢個解決方案係一啲小朋友佢會諗出嚟嘅。咁就係喺隔離揾到隻馬跟住去揾隻劍，係跟住再去揾乜嘢咧？就係嗰個盔甲。OK，跟住咧，我哋去對付呢隻怪獸，跟住救出公主。咁有啲小朋友佢會諗到呢個方案嘅，咁有啲小朋友佢會出得困啦，諗好多其他嘅路線都 OK 嘅。我哋唔會有一個叫所謂嘅啱啱同埋錯因為呢個係開放性嘅一個任務，一個挑戰。咁小朋友自己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會發現冇啲路線係近啲嘅，冇啲路線係快速啲，有效率啲嘅。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喺呢個探索過程當中去發展嘅一啲一啲技巧啦。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咁如果我用呢啲編程嘅指令啦，向前、向後、轉左、轉右 ，OK？呢幾個最基礎嘅編程法，我哋點去實現呢條路線？要由起點到咗終點，行到呢個終點，其實呢條路線都幾複雜嘅。對於小朋友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咁我哋試下，我哋作為成人對比我哋啲4、5歲嘅小朋友嚟講，我哋理論上我哋嘅思維發展係會高啲嘅。咁我哋睇下第一步，我哋已經點行啊？咁係咪向前啊？咁我哋而家呢度就擺咗向前。咁你自己都，如果你隔離啱啱好有紙筆，你都可以用你隻筆咧去諗下，你會點去操作？你會點去擺呢啲編程嘅指令？咁第一個我擺咗向前嘅。咁大家再諗下，第二步應該點咧？睇下你係咪啱？我就擺咗向轉左嘅，OK？轉左咁轉左之後咧，轉咗之後呢個機器人只得轉左喎，佢唔會向前行嘅。咁呢個對於小朋友嚟講都係一種體驗，佢會明白我哋俾咩指令，機器人就會執行啲咩後果出嚟。咁接住落嚟，其實仲有向前，係咪？咁我哋先會嚟到呢度揾到隻馬啦，繼續向前出發。咁向前之後咧，佢係咪要繼續向前咧？有可能其他路線係繼續向前嘅，但係對於我哋而家呢條路線咧，其實係向右，OK？向右嘅。咁轉咗向右之後，我哋仲要向前行多一步，我哋先可以揾到把寶劍，係咪？寶劍，我哋先可以揾到呢把劍。跟住我哋繼續啦。咁我哋揾到寶劍之後，我哋係咪直接去對付怪獸咧？唔係喎，我哋要保護好自己，所以我哋按住我哋原本計劃嘅呢條路線繼續去行嘅話咧，俾指令嘅話咧，就係要轉左嘅，係咪？要轉左，轉左之後繼續向前行，行幾多步咧？行一步就得啦，OK？跟住再轉左，係咪？轉左之後，我哋要行幾步咧？而家就係訓練緊大家個空間思維。對於小朋友都一樣係要發展佢個空間思維能力。其實係向前行2步嘅，行一就到咗呢度，再行多一步，二就行到呢一步。OK？咁我哋繼續啦。咁我哋繼續點去揾到呢個盔甲咧？就要轉右。再向前行一步，收集到個盔，跟住我哋要翻嚟對付怪獸啦。咁就行最後一條路線，轉右，行前2步。都有小朋友肯定會問嘅，可唔可以直接向前行3步？救翻公主咧？咁你咁去理解呢個故事都係 OK 嘅，咁你就唔使去對付隻怪獸啦，都 OK 嘅。
咁你偷偷搶救咗公主出嚟都 OK，小朋友可以有自己嗰種故事嘅表達方式啦。咁我哋就按住而家呢個設定嘅，我哋規劃呢條路線咧，我哋就要去對付下怪獸先。咁我哋就繼續都要向右轉嘅，跟住向前行一步，跟住仲有再轉一次喎，就係左轉，左轉之後向前兩步對付咗隻怪獸，因為我哋啲寶物全部都收集好啦，又可以對付怪獸，又可以保護自己嘅安全，係咪？咁肯定係贏㗎啦。咁最後我哋就要再轉個彎，轉左救出公主，咁就贏啦。咁呢個係咪大家嘅答案咧？咁喺啱啱我哋呢個體驗活動當中咧，我哋可以睇到小朋友佢喺做呢件事嘅時候，首先佢唔需要用到屏幕，佢可以理解到編程嗰個最基礎嘅運用同埋嗰個基礎嘅概念。咁呢個就係第一個目標。我哋做幼兒編程嘅第一個目標，幫助小朋友由細培養一種編程嘅思維，幫助佢以後佢去學更加複雜嘅、更加通用嘅一啲編程語言做準備。咁呢種幼兒嘅編程同未來嗰啲正式嘅電腦編程嗰啲基本嗰啲邏輯係一樣嘅，OK 係共通嘅，所以我哋先會發展呢啲適合小朋友嘅編程嘅工具出嚟，啲機械人出嚟。咁但係除咗編程本身咧，呢啲有冇其他嘅教育價值咧？係有嘅。我哋發現咗咧，其實通過呢啲遊戲、呢啲編程嘅活動，小朋友其實會發展到佢嗰個空間思維。啱啱大家有冇感受到嗰種空間思維？其實呢個係屬於數學嗰個範疇嘅一個學習目標。同埋小朋友需唔需要識一啲數字計數咧？都需要譬如講嗰個機械人要向前行幾步，咁小朋友需要計算嘅數概念等等。佢有冇語言發展咧？有嘅。譬如講啱啱呢個故事，小朋友最後去分享翻佢個解決方案嘅時候，小朋友要通過佢嗰個表達嗰個語言去將個故事演繹出嚟。有冇藝術咧？咁啱啱呢個活動個藝術成分係比較低嘅，我哋睇唔到。但係喺我俾大家睇嗰個龍嘅中國龍嗰個案例裏面咧，小朋友係需要自己去設計呢隻龍嘅。小朋友要通過自己嘅方式去設計、去裝飾呢張地圖。咁個龍嗰張地圖，大家如果留心睇，其實佢個背景咧係中國嗰啲屋、嗰啲房屋嘅設計，都係小朋友自己去諗、去畫嘅。咁可以睇到係有藝術設計嘅成分，同埋咧有冇社會性咧？係有嘅，因為我哋講幼兒編程嘅時候咧，我哋去做呢啲活動，都係鼓勵翻有幾個小朋友一齊去玩呢個機械人。如果係啱啱我俾大家睇嘅呢個機械人咧，就係兩個小朋友一齊去玩。但係如果係冇一啲機器人，佢有機會係一個小組有三四個小朋友一齊去玩。咁呢個肯定係會有社會性嘅一個需要，需要社交係咪？需要 take turns 輪流等等。咁最後佢會發展小朋友嗰種問題嘅解決能力啦。咁呢種問題嘅解決，佢唔係一個答案，佢係有 N 個答案。咁呢 N 個答案裏面，小朋友再去揀、去決策、去諗一個最啱嘅，佢哋最中意嘅、最快速嘅、最有效嘅一個解決方案。第三個好處咧，就係其實佢幫助小朋友真正嘅去發展到佢嗰種高級嘅思維，高級 higher order thinking。我哋認為咧，而家呢個社會有好多時候，我哋啲小朋友接觸嘅嘢係好低級嘅。咁佢哋低級嘅解決問題嘅能力咧，以後其實好容易被 AI 取代。咁我哋認為咧，編程活動小朋友發展嗰啲高級嘅運算思維能力咧，係冇辦法被 AI 取代嘅。就好似啱啱我俾大家睇嗰個中國龍嗰個例子啦。咁嗰陣咧，啲小朋友係四歲幾中班嘅小朋友，就係我哋香港呢邊嘅 K2 嘅小朋友。咁我哋睇到呢個案例裏面咧，係冇一樣嘢
AI 可以取代到嘅。OK，就算係4歲幾嘅小朋友做嘅活動，AI 都取代唔到，係咪？咁如果佢有呢種思維能力，佢未來所做嘅嘢，冇一樣嘢係 AI 可以取代，冇咁容易。AI 可以取代啲基礎嘅、低端嘅、低階嘅能力，但係佢冇辦法去取代呢啲好複雜嘅問題解決嘅能力。OK，咁我哋同大家介紹翻，其實呢啲我啱啱分享嘅呢啲嘢已經唔係新嘢嚟嘅，因為最初我哋要諗翻嗰個理論咧，佢背後支持我哋研究呢啲嘢嘅理論 constructionism 咧，喺80年代、19世紀80年代已經提出。咁嗰個最基礎嗰個 idea 咧，就係講我哋要讓小朋友有一個好嘅一個學習模式。咁呢種學習模式咧，係通過創造某一樣嘢去實現學習。OK，佢個學習嘅方式唔係講老師講你聽，係咪？都唔係講我哋傳統嘅聽下故事或者睇下本書係咪？或者做下啲工作紙我唔係咁嘅。佢唔係講呢啲唔係學習，而係呢啲學習嗰個效果冇呢種方式嘅學習效果好。咁呢種方式嘅學習效果咧，呢種方式咧就係 learning by making，通過創造嚟實現學習。OK，咁後嚟咧就美國呢間大學咧MIT 啦，佢哋就喺90年代發展咗，佢係基於呢個理論嘅。OK，因為呢個教授 Simon Paper，其實佢之前喺 MIT 做嘢嘅。OK，咁 MIT 班人咧，佢哋就發展咗適合用基於呢個理論，適合中小學，尤其係小學生嘅編程語言叫 block-based programming。OK，所以呢種咧，譬如講 Scratch，大家唔知有冇接觸到呢啲係適合小學生同埋中學生啦。咁到呢個時候咧，其實幼兒編程仲未興起嘅，因為咧都需要用到電腦或者係 iPad 先可以做呢啲MIT 90年代發展出嚟嘅一啲呢啲 block-based programming 嘅呢啲編程語言。咁後面咧係嚟到就係其實就係21世紀嘅時候咧，先會有呢種冇屏幕嘅編程，就係唔使屏幕。咁好似砌積木咁，小朋友可以用啲木質嘅積木咧去砌啲指令，跟住咧用一個 sensor 啦，用一個攝像頭啦去掃描小朋友砌出嚟嘅呢啲編程嘅嗰個次序。咁呢個機械人佢就會運作噶啦，會因應翻小朋友俾嘅指令去實現嗰個效果。咁呢個時候，我哋先發現原來小朋友係可以唔使用電腦，唔使用屏幕，就可以去發展同一樣嘢。咁發展呢樣嘢咧，喺2006年嘅時候咧，美國呢個華人教授周以真教授啦，佢就叫佢俾咗個名佢，叫運算思維。OK，computational thinking，咁就俾咗呢個正式嘅一個名。咁大家都會睇翻佢2006年嘅呢篇講座啦。咁就係嗰個時刻先開始有呢種呢個名嘅。咁我哋而家就知啦，我哋喺用編程去培養小朋友乜嘢咧？就係培養佢嘅運算思維。咁其實都唔係單單周教授講運算思維。大家好熟悉嘅 Steve Jobs 啦，蘋果公司嘅創始人之一啦。咁 Steve Jobs 咧，佢有一次咧，記者去訪問佢嘅時候，你問佢，你覺得小朋友需唔需要學編程咧？跟住佢就講，我認為所有人都需要學編程。呢個係 Steve Jobs 佢嘅原話。咁佢講咧，但係我哋係唔係叫佢哋都去做程序員，而係我哋希望佢哋每一個人都去發展到呢種思維模式，因為編程可以教一個人識得點去思維，點去諗嘢。OK，咁 Steve Jobs 佢嘅原話我都唔係記得好清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講
所有人要學編程去發展佢個思維。咁嗰陣佢未有呢個詞啦，未有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呢個詞，但係佢嘅意思就係發展呢類型嘅思維。OK，咁我哋舊底團隊咧就發展咗先後咧就去開發咗啲適合幼兒嘅啲課程啦，俾佢哋去學編程嘅。咁我哋而家今日會同大家講多啲嘅就係我哋嘅遊戲式嘅編程課程。咁我哋其實喺第一期係最初喺2021年同埋2022年，我哋已經喺做緊試點㗎啦。跟住後面正式開放咧，就有11間幼稚園參與到嘅。咁第一期嘅計劃，跟住第二期嘅計劃咧，我哋就總共係有9間新嘅幼稚園參與嘅。咁我哋如果參與過第一期，我哋就唔會鼓勵佢哋參與第二期嘅，所以我哋就都希望每一次可以招募到啲新嘅幼稚園去加入我哋。咁接住落嚟出年，我哋就會公開第3期嘅招募。咁我哋希望可以招募12間幼稚園，都係另外嘅新嘅12間幼稚園去參與。OK，咁我哋講緊嘅遊戲式教學法，究竟點去同編程遊戲編程教學結合埋一齊咧？咁呢度有3樣嘢需要大家留意。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究竟運算思維喺幼兒呢個嘅階段應該點去實現啲乜嘢？嗰個學習目標係乜嘢？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要點去幫佢實現呢啲學習目標？嗰個教學嘅策略係啲乜嘢？有咩教學策略係適合老師去運用，引導小朋友去發展呢啲運算思維？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有冇啲教學材料可以俾到老師，幫佢哋好有效咁去開展啲教學活動啦。咁呢個目標本身咧，其實有3個類別嘅。OK，第一個類別咧就係發展佢哋嘅 concepts，佢嘅概念。咁啲概念裡面咧都有 N 幾種嘅。OK，有幾個目標嘅。咁我哋會融入喺啲活動裡面去實現。咁每一個活動實現幾個目標咁。咁第二個類別咧就係實踐CT practices。咁實踐咧，我哋係最着緊嘅。OK，對比嗰啲概念，我哋仲着緊多啲。OK，咁我哋第三樣嘢就係個 perspectives，個視野。咁視野呢樣嘢咧，我哋認為咧喺佢實踐嘅過程當中咧，會慢慢會培養。OK，譬如講佢個表達力啦、創造力啦、佢嗰個聯繫力啦、聯繫到唔同嘅事物啦，同埋佢嗰個堅持性啦、佢嗰個毅力咧，咁最後就係佢嗰啲行為嘅選擇啦、佢嗰個社會性啦。咁我哋譬如講我哋唔去破壞啲機械人啦，我哋要take turns 啦。咁呢啲就係一啲行為嘅選擇。咁呢啲我哋其實喺成個活動裡面會培養到嘅一啲目標嘅，但係比較闊啲嘅目標。但係我哋最着緊咧就係 CT practices 實踐。咁個實踐裡面咧有啲係好重要嘅。咁時間有限，我唔會好似教師培訓裏面一個一個咁拆出嚟同大家解釋嘅。咁我就會着重講一啲，譬如講咧，我哋呢個 debugging 啦。咁 debugging 呢樣嘢，除錯調試呢個對於小朋友發展佢個思維能力係好大幫助。譬如講咧，有啲時候咧，小朋友遇到啲困難咧，佢就唔做呢件事㗎啦，佢就迴避。跟住佢下次就遇到呢個類似嘅困難咧，佢就跳過佢就迴避，佢就唔做啦，放棄。咁但係如果有佢喺編程過程當中咧，佢發展到呢種能力咧，就係除錯嘅能力咧，咁就小朋友就會發現就算呢個問題暫時解決唔到，唔緊要，我睇下究竟呢個方案呢個解決嘅方案裡面係咪邊度出錯，我將呢個錯咧除咗佢，係咪？咁就 debug 啦。咁 debug 咗之後咧，咁我再試一次，睇下係咪而家 work 咗，係咪？咁如果佢除錯咗之後可以 work，咁就解決咗咯，係咪？咁我哋呢個就會慢慢去培養到小朋友個自信心，
嗰個毅力、嗰個堅持性。OK，所以我哋認為呢種實踐對於小朋友嚟講係好大助益嘅。咁喺活動過程當中，我哋係用遊戲嘅方式去培養小朋友。咁我哋就會喺啲區局裏面去投放我哋嘅啲編程機械人啦，同埋配料啦、啲配件啦。OK，咁我哋俾到啲唔同類型嘅主題嘅一啲地圖同埋啲配件啦，咁小朋友就去探索。咁小朋友去探索嘅時候咧，老師最初有機會係介紹下物料啫，老師係唔使介入嘅，因為我哋講緊係遊戲咯，係咪？咁小朋友先自己入區局去玩，佢玩咗之後咧，佢肯定會遇到啲困難嘅，係咪？佢肯定唔識，又冇啲位佢唔識玩嘅，咁唔緊要。咁老師喺觀察嘅過程當中咧，就要慢慢喺啱嘅時機去介入㗎啦。咁呢個時候就會運用到我哋俾嘅一啲教學嘅策略去指導。最後咧，我哋有機會都會邀請翻啱啱玩咗啲編程遊戲嘅小朋友出嚟分享下，佢喺個遊戲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問題咧，佢哋有啲咩得着去分享。咁我哋呢種指導式嘅遊戲咧，究竟有啲咩教學策略？OK，咁我哋就會俾到老師一啲比較好嘅問題嘅方式。有啲時候咧，老師其實去指導嘅時候咧，佢唔識指導個原因係佢唔識問問題。佢唔係問問題，佢有機會佢就係直接俾個答案小朋友。或者佢直接幫小朋友操作。咁呢啲都唔係我哋鼓勵嘅一啲指導方式。我哋鼓勵佢用問題嘅方式去引導小朋友。咁如果一位老師佢識得問啲好嘅問題，可以發展到小朋友嘅運算思維嘅問題。咁我哋就認為呢啲策略係有效嘅。OK，咁譬如講呢度喺開始嘅時候咧，喺介紹啲機械人同埋物料嘅時候咧，咁老師就要講清楚個規則。譬如講可以安排2人一組啦，同埋俾小朋友知道嗰個遊戲時間啦，同埋咧要同小朋友講要愛惜啲機械人啦。每一嚿機械人都幾貴㗎，所以我哋唔好似啲其他嘅嗰啲回收物料咁去好任用咁。咁我哋希望小朋友去珍惜嘅，咁有呢個觀念去珍惜啲科技嘢。OK，咁喺過程當中咧，老師就去問啦。你哋係喺某一啲環節咧，等陣我會俾有更加具體嘅一啲策略。咁你最後總結嘅時候，我哋老師去提啲咩問題咧？就係你係點幫機械人到達個目的地㗎？邊個贏咗咧？啱啱邊個贏咗呢個遊戲？你哋啱啱唔係比賽咗咩？你啱啱邊個贏咗咧？你係點贏嘅？OK，呢個最關鍵係你點贏出嚟嘅？你個方案係點解贏過另一個小朋友嘅方案嘅咧？OK，咁小朋友去諗呢個回應老師嘅問題嘅時候，就要去發展佢個思維，去運用佢個思維去解答。OK，咁同埋你哋話遇到啲咩問題咧？邊啲物料你覺得係對你哋活動係有用嘅？你仲需要啲咩新嘅物料咧？咁呢啲係老師喺總結活動嘅可以用到嘅一啲策略。咁喺活動過程當中咧，咁呢個就係關鍵中嘅關鍵啦。咁喺活動當中咧，我哋有7個類別嘅教學策略。譬如講咧，喺你去引導小朋友去識得使用呢個機械人嘅時候咧，我哋去通過一啲紙筆譬如講你睇我哋右上角，咁我哋好似呢啲走迷宮啦，呢啲工作紙，其實小朋友係可以喺呢度去了解翻，原來我哋俾機械人喺張地圖上面行係一種咩樣嘅感覺咧？咁小朋友如果通過呢啲唔使科技嘅一啲活動，佢已經慢慢去感受到，原來編程係咁，佢有呢個規則。編程要由起點行到終點。咁慢慢小朋友係識嘅啦。OK，咁另外就係具體身體嘅一啲遊戲，我哋稱之為
具體認知活動。咁小朋友係通過佢身體去感受、去解決一啲問題。譬如講，我哋可以喺課室裏面擺一張地圖出嚟，跟住有個小朋友佢係負責俾指令嘅，另外一個小朋友咧佢就係去幫嗰隻機械人，係咪？佢去好似機械人咁行咁佢要點行咧？佢就要睇嗰個小朋友俾咗啲咩指令，係咪？咁個小朋友講你向前行兩步啦，跟住轉左，再向前行兩步。咁呢個小朋友就要向前行，先可以攞到啲嘢，係咪？咁呢個遊戲規則就係咁噶啦。咁小朋友用身體嘅方式，佢可以先去體驗翻，原來編程係咁，我要俾指令，個機械人先識得喐，先可以實現我嘅目標。OK？第三樣嘢，記憶嘅支持。咁記憶支持咧，我哋可以用到呢啲編程卡啦。咁我右下角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呢度啲編程卡咧，可以俾小朋友任用嘅。小朋友可以通過啲編程卡先去實現咗究竟要俾啲咩指令先可以完成呢個任務，跟住再去輸入。OK？唔係一開始就去撳掣去輸入啲指令，而係我哋先俾到呢啲指令，小朋友自己先去操作一下，好似砌 Lego 咁，去砌佢嗰個程序出嚟先。砌咗之後，佢覺得 OK 喎，咁我哋試下，我哋輸入啲指令俾機器人喐下，睇下嗰個佢係咪完成咗佢想要嗰個後果。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要做乜嘢咧？就要 debug，就要除錯。OK？小朋友就要喺嗰個編程卡裏面去調整一下，重新去輸入指令。咁你喺重新輸入指令之前，要先消除所有嘅指令咁第四樣就係我啱啱講嘅，你可以俾兩個小朋友一齊去編程。咁兩個小朋友編程對比一個小朋友編程係有好處嘅。OK？因為兩個小朋友佢哋就會互相探討一下啦。我睇下你點編嘅，你呢個方法都幾好喎，我去下次我去用下，係咪？我去試一下，我去學習一下。咁小朋友係會用眼睛去觀察其他人嘅嗰個行為。咁小朋友其實可以通過觀察嗰個同伴嘅操作去學習。咁呢個就係 pair programming，我哋叫結伴同伴嘅編程嘅好處咯。第五樣嘢咧，差異化啦。咁我哋喺編組嘅時候，有啲時候都要諗下有啲小朋友佢嗰個能力其實係有差異嘅。咁我哋可以睇下要唔要將某一啲水平嘅小朋友擺埋一齊，咁老師去指導嘅時候係會方便啲嘅。同埋咧，有啲時候咧，我又要用另一個方式喎，將能力強嘅同能力弱啲嘅小朋友擺埋一齊。咁佢喺結伴編程嘅過程當中咧，佢組成一個 pair，佢可以互相學習。咁嗰個能力弱少少嘅，其實佢可以直接去向嗰個能力強嘅小朋友學習點去編程嘅。咁其實呢樣嘢就係一種教學藝術嚟㗎。老師要留意翻你嗰個課室嘅小朋友而家進入到一個咩階段嘅。咁第六個策略就係老師去 show 出嚟，喺某啲位老師去教小朋友點去操作。咁呢啲就係我哋作為老師自己要留意。OK？最後一個就係有啲通過身體動作啦、面部表情啦，老師喺指導嘅過程當中你鼓勵佢嘅時候，你俾啲表情佢小朋友知道你唔使講嘢，佢都知道你想表達啲乜嘢啦，已經係咪？咁你如果鼓勵佢，佢就知佢而家呢個操作係比較肯定嘅。OK？咁小朋友會建立佢個自信心，而唔係你作為老師你幫佢去操作，係咪？咁你搶咗佢個學習嘅機會。OK？咁我哋喺呢啲過程當中咧，我哋嘅活動嘅設計，我哋嘅教案裏面，其實係融入咗好多嘅一啲編程嘅概念啦。另外就係我哋嗰個實踐咧，其實就喺老師觀察小朋友嘅遊戲行為過程當中咧，喺提問嘅過程當中去幫佢哋建立。OK？譬如講我哋鼓勵佢去除錯，而唔係老師即刻睇到嗰個錯啦，我幫佢除咗，我幫佢改正，唔係矯正佢。
咁呢個時候你小朋友就冇咗個除錯嘅機會。咁我哋老師喺引導過程當中係幫佢建立呢種除錯嘅行為，佢識得自己去觀察邊度出錯，點去調整翻。OK，咁最後就係老師嘅鼓勵，其實佢幫咗小朋友去發展佢個表達力啦、創造力啦、聯繫力啦、毅力啦等等。OK，咁呢啲係小朋友嗰個視野，其實係老師嘅鼓勵去不斷培養嘅。OK，咁我哋個課程遊戲式編程課程咧，就有埋我啱啱講嘅呢啲嘢啦。譬如講究竟運算思維有啲咩類型啊？佢係咩意思咧？作為老師，我哋要點去幫小朋友去建立、去發展呢啲目標，去發展呢啲思維，跟住去實現啲啊課程目標等等。咁同埋我哋有埋成套嘅一啲教學嘅技巧啦，引導小朋友遊戲過程嘅一啲技巧啦，同埋我哋有啲教案同埋材料包啦，我哋嘅物料啦，我哋俾到嘅唔同主題嘅活動啦等等。OK。咁呢度就係唔同主題配合翻嘅一啲地圖有啲係音樂啦，有啲係小朋友日常生活嘅物料啦，有啲係動物㗎啦，有啲係一啲故事情景㗎啦等等。OK，咁喺環境設置裏面，大家都要留意翻，因為我哋係講緊一個遊戲式嘅學習，而唔係大組嘅一啲教學。OK，唔係直接教學，而係遊戲。咁遊戲小朋友喺邊度遊戲咧？就係學習區局啦。咁我哋喺一個區局俾小朋友遊戲嘅時候，係咪直接劈啲物料，小朋友就會遊戲噶啦？冇咁簡單。我哋喺建立呢啲編程區局，或者叫機械人區局，或者而家有啲幼稚園叫 AI 區局等等，呢啲區局都要因應翻我哋平時點去設置一個，譬如講藝術區局，或者一個積木區局，或者一個數學區局係一樣嘅。OK，一樣你需要，譬如講考慮佢個空間嘅範圍係咪充足咧？係咪足夠小朋友去喐動，甚至乎佢可唔可以喺地板上邊去玩呢個編程機械人咧？如果係喺台面上面玩，咁呢個台面係咪夠大咧？咁呢啲元素你都要考慮翻，係咪同你喺教緊嗰啲主題有啲關聯咧？有啲符合嘅地方，有冇空間去展示翻小朋友啲作品咁你提供啲物料係咪健康嘅、安全嘅、無害嘅？啲內容係咪因應翻你嗰個年齡段嘅小朋友嘅一啲難度，而唔會太難咯？要留意翻呢樣嘢，因為有啲時候我哋對於小朋友俾嘅一啲目標有機會尤其係一開始佢編程嘅時候，你對佢要求唔要太高你要慢慢逐步提高少少嘅挑戰，提高嗰個難度，先係適合到小朋友嗰個發展嘅需要。咁你同時間要消毒啦，要定期消毒啦，因為呢啲物料小朋友有一樣嘅，係咪？咁你個開放時間咧，你要同小朋友講清晰，係咪？咁呢啲同其他區局嗰個設置嘅一啲標準，呢啲要求其實係類似嘅。咁大家去睇翻一啲已經有人出版嘅一啲區局設置嘅一啲評估表啦，一啲 checklist 去睇翻你嗰個區局應該點去設置，先會真係有小朋友入去玩咯。OK，咁同埋咧呢個機械人究竟點用咧？網上已經有好多資源㗎啦，咁大家其實可以好簡單咁掃描一下，可以睇到呢啲視頻呢啲 YouTube video 去解釋翻呢啲機械人應該點去玩。OK，咁我而家會好簡單介紹翻呢套課程究竟包括啲乜嘢。首先有呢嚿機械人啦。咁呢個機械人咧係目前嚟講比較受歡迎嘅。OK，咁呢個就係 Tailbot。咁 Tailbot 大家喺香港都可以買到，內地都可以買到嘅。OK，咁因為佢係科技產品啦，所以你一定要充電啦，就好似你嘅手機咁，係咪？咁你個 iPhone 點開嘅咧？咁你個掣都係要撳住2秒鐘，咁佢先有反應。
咁就開咗啦。OK，同你嗰個 iPhone 手機係一樣嘅。咁同時咧，你要留意翻，除咗呢嚿機械人，仲有好多配件俾小朋友去有啲動機啦，小朋友可以將佢裝飾成車啦、飛機啦唔同嘢。OK，咁小朋友就好似砌 Lego 咁，都可以砌啲嘢上去嘅。OK，咁呢度咧有4個規則係需要俾小朋友清晰嘅。咁而家咧，對於第一次接觸編程、幼兒編程嘅啲老師咧，都需要了解翻，就係第一樣嘢，編程指令需要按嗰個次序、先後嘅次序去輸入。你唔可以亂咁輸入，你亂咁輸入嘅話咧，就冇咗呢個後果噶啦。你嗰個解決方案都唔會 work 嘅。OK，第二咧就係你個眼睛咧要對準呢條路線嘅。咁如果你都睇到呢個機械人有對眼嘅啦，咁你如果你隻眼咧唔對住個路線，咁就亂咁行噶啦，就好似人行路，你都隻眼要對住個路線去行啦，你冇可能倒住行咁。咁但係有啲小朋友好得意㗎，有啲小朋友會喺嗰個遊戲過程當中好似玩下，跟住有啲幽默出嚟嘅，咁佢哋就會俾指令叫個機械人一直氹後氹後氹後，跟住佢哋就喺嗰度笑，咁都有嘅，咁 OK 嘅。但係小朋友要明白，其實如果佢識得喺嗰度同啲其他嘅小朋友一齊去有啲幽默嘅嘢出嚟嘅時候咧，你要知道呢個小朋友個發展已經唔差噶啦，佢應該知機械人個眼其實要對住個路線先會行得好嘅，先會實現到。但係佢故意反轉過嚟操作嘅時候咧，作為老師你都唔使驚，證明佢已經好了解呢個規則啦，證明小朋友已經好識得點去編佢，佢先會玩一啲對佢嚟講有新意嘅嘢。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呢個起動掣咧，呢個 start，大家可以睇到中間呢個 start，呢個橙色嘅呢個掣咧要撳一次。你編程嘅時候你要撳 start，但係你唔可以一直喺一路咁喺撳 start。OK，咁有啲小朋友最初會有呢個錯誤嘅，但係老師要引導翻，你要等你啲指令輸完咗之後先去撳 start。第四樣嘢就係你嗰個機械人個擺放位置咧，你要確定一個起點，同埋你確定一個終點，你先去規劃嗰條路線。如果冇起點，咁冇得規劃喎，你都唔知邊度開始，係咪？你任何一個起點都會引致翻嗰個路線係唔一樣嘅，終點都係一樣啦。咁我哋俾小朋友明白，你輸入啲指令要由呢個起點到終點一次性咁輸入，而唔可以你輸一段，跟住咧暫停，OK，跟住俾個機械人行一半，唔行一半，咁呢個就唔係編程咯，呢個就係遙控車咯，呢個唔係編程，咁呢兩樣嘢係個學習價值係完全唔同嘅。咁你俾小朋友買遙控車，個車都一樣喐到㗎，都係科技啊，係咪？咁點解我哋唔會講遙控車對小朋友有教育價值咧？因為遙控車其實最多就係玩咯，係咪？得翻一個即時嘅控制咯，佢唔需要計能咯。但係如果你同小朋友講，你要由起點行到終點，咁小朋友要動腦筋㗎，佢要明白要規劃條路線，要諗清楚每一個指令。如果你冇一個指令俾錯咗，有機會條路線就行錯咗，咁先會有後面嗰啲除錯啦，有後面嗰啲調整啦，等等嘅一啲思維嘅發展。OK，咁最後就係都要同小朋友講，如果條路線唔啱，佢要重新輸入啲指令，咁就要先刪咗之前清除咗啲指令啦。咁呢度就有4個掣，我要重點介紹一下：向前、退後、褪後、轉左、轉右，呢啲係最簡單。我啱啱已經講咗，大家都了解。起動掣我都講咗啦。咁我哋而家有4個新嘅掣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嘅，就係一個錄音掣啦。咁錄音掣係小朋友好中意一個掣，因為咧小朋友要講故事啊，
佢會諗呢個機械人，OK，而家係一個Three Little Pigs 裡面嘅一隻豬仔啦，OK，係大哥啦，跟住二佬啦，係咪大佬二佬同埋細佬啦，係咪？咁小朋友會有好多想像力嘅。咁呢度個錄音掣就可以幫佢去錄佢嗰個故事裡面嗰啲講嘅説話唔同角色可以講唔同嘅嘢。咁呢個可以發展到小朋友嘅語言能力嘅。OK，第二個功能咧就係刪除掣，就係我啱啱講，如果啲指令輸錯咗，咁我哋要將佢刪除咗，先可以重新輸入。呢個同大人嘅編程係一模一樣。你大人嘅編程如果俾錯咗指令，你係咪都要刪除啊？咁我哋呢啲所有嘅功能都係培養翻小朋友以一樣嘅共通嘅一啲概念同埋做法。第三個功能就係重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高級嘅思維，就係佢明白咗，原來我俾嘅指令裡面有啲係重複嘅。咁我點可以用一個重複嘅掣，好簡單咁實現佢嘅重複嘅呢個後果？最後一個就係跳舞啦。咁小朋友好中意呢個掣，因為有啲娛樂嗰個後果啊。小朋友真係可以撳個掣，跟住譬如講救翻公主出嚟，咁 OK 跳個舞先，係咪好開心？咁小朋友就中意呢啲遊戲嘅元素喺裡面。OK，咁第一個就係我啱啱講嘅呢個錄音功能啦。咁錄音點去用咧？就係小朋友佢喺編程嘅過程當中，可以直接撳呢個錄音掣，跟住輸入佢想講嘅話。譬如講佢講紅蘿蔔好好味，咁佢撳住呢個掣嘅時候，就已經錄咗佢個音㗎啦。咁佢行到呢一步嘅時候，行到呢個指令嘅時候，佢就會講呢個機器人就會講紅蘿蔔好好味咁如果你輸入唔同嘅錄唔同嘅音，佢就喺成個行路嘅過程當中會講出成個故事嘅。咁我哋睇到3歲嘅小朋友都好中意呢個掣，都識得去玩呢個掣。咁對於3歲嘅小朋友，嗰個語言發展係好大幫助，因為佢識得講一個故事，同埋用機器人嘅方式去講一個故事。咁第二個功能嗰個重複掣，咁重複掣大家就要睇下，就係我通過撳呢個重複掣，可以幫小朋友識得去重複前面嘅嗰啲指令。sorry，咁呢度睇下大家向前轉右，向前轉右，呢個係咪有個 pattern 喺呢度啊？小朋友要發現咗呢個 pattern，呢個係對於小朋友個 pattern recognition 嗰種能力係有幫助。呢個都係一個運算思維嘅一個好重要嘅能力啦。咁佢發現咗呢個 pattern 之後咧，其實係 A B 啦，係咪呢個 A B 嘅 pattern？咁佢就可以重複撳呢個重複掣2次，咁嗰個後果就係 A B，佢小朋友呢個機器人就會做呢個動作。咁如果小朋友係一路都係向前轉右，向前轉右，同埋另一個小朋友佢係向前轉右，跟住重複2次，咁邊個小朋友個思維能力發展得好啲咧？就係第二個小朋友，因為佢第二個小朋友佢識得發現個規律，佢識得發現個 pattern 係咪？同埋佢有呢種 pattern recognition 識別呢個 pattern 嘅能力，佢嗰個思維嗰個水平係高啲嘅。OK， 向前轉右，向前轉右，向前。咁呢度咧可唔可以重複咧？係唔重複唔到嘅。點解咧？小朋友會發現 A，呢個唔係重複喎。佢如果要重複多一次咧，要再 AB 嘅。OK，咁就你就可以睇到，其實小朋友要喺呢個過程當中去識得發現嗰個指令嗰種規律啦。咁呢個係對小朋友一個好好嘅練習。第三個能力，第三個嗰個功能嗰個掣咧就係跳舞掣。呢個跳舞掣係最簡單。咁呢個跳舞嗰個裡面有6個唔同嘅舞蹈嘅。咁我哋就隨機會放一啲舞蹈出嚟，咁小朋友都好中意裡面嗰啲舞蹈嘅。會有音樂啦等等。咁呢個係幫小朋友引起佢嘅動機嘅，佢玩呢個機械人有興趣嗰個設置。第4個就係刪除掣啦。咁你玩嘅時候咧，你如果撳一次咧就刪除前一個掣，前一個指令。你撳一次就刪除一次，
撳兩次就刪除兩個指令啦。咁如果你想成啦指令全部生晒，係咪？咁你就撳住呢個刪除掣唔要喐，你連續或者你連續撳都得，但係你如果撳佢長啲時間，佢會一啦指令全部生晒嘅，咁都會快速啲。OK，咁呢個就係嗰個刪除掣啦。咁我哋同埋都會提供好多嘅互動嘅地圖啊，俾小朋友去體驗唔同主題。咁呢個主題裡面，譬如講佢有一個主入口，咁主入口你擺喺嗰度嘅時候咧，佢會解釋呢個主題俾小朋友聽。所以呢個遊戲咧就唔使老師去參與，小朋友擺喺個主入口，佢就知會發生咩事㗎啦。老師唔使去解釋。OK，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副入口。咁副入口咧，小朋友就可以去真正去幫佢編程啦。跟住咧，同埋咧有啲時候咧，佢就會演示一次俾小朋友睇。我呢個路線應該點行？咁小朋友會明白呢個主題究竟係點玩嘅。OK，咁都可以直接由起點，小朋友直接由起點直接開始去編程。咁如果呢個小朋友個編程能力係高啲嘅，咁佢就唔使用呢啲提示，佢就直接擺喺起點，跟住就可以玩噶啦。OK，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個遊戲式編程嘅課程。咁最後我仲有少少時間，都會好榮幸去介紹翻我哋嘅一啲舊大而家提供嘅俾大家嘅一啲進修嘅機會。咁都好多謝有教説啦，俾到我哋少少嘅時間，去借住呢個寶貴嘅機會，同大家簡單去介紹翻我哋而家舊大提供嘅3個幼兒教育榮譽學士監督制嘅課程嘅一啲資訊。咁我哋在職嘅老師其實可以進修，就可以報讀呢啲政府資助嘅呢啲課程啦。咁我哋有3個唔同嘅課程嘅，第一個就係3年制嘅，咁呢個係最快速嘅一個學士課程俾大家去選擇。咁同時間我哋仲有特殊需要嘅一啲兒童，如果你想照顧翻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嘅一啲需要，咁你想進修多啲嘅，咁你就可以選擇呢個3.5或者係4年嘅兼讀制嘅課程。咁你要讀多啲科嘅，咁就專登針對有多元需要嘅小朋友，同埋領導力啦，發展你個領導力，同埋如果你想多了解翻啲非華語幼兒嘅學習需要，咁你都可以考慮去修讀我哋嘅呢個課程。OK，咁我哋點解揀我哋香港教育大學？咁我哋好榮幸喺最新嘅一個大學排名裏面嗰個成績都係唔錯嘅。咁我哋都進入到全球嘅top 10% 啦。咁我哋喺香港個排名等等，同埋我哋嗰個培訓嘅幼教嘅老師，其實已經係有70%。甚至乎更加多喺業界裏面，咁大家對於教大嘅幼兒教育嘅培訓嘅認受性係好高嘅。咁我哋喺教育研究領域，其實喺全球都係好高知名度。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呢3個課程，其實首先都係政府資助，相當於你可以攞到政府嘅錢去進修。OK，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大家。如果你真係需要讀一個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嘅話咧，咁呢個係好好嘅一個方式啦。同埋佢係兼讀制啦，你去一邊做嘢一邊進修。咁我哋會安排所有課程都喺夜晚上堂，或者係喺星期六去上堂嘅。咁呢個可以保證翻大家唔會影響你嗰個工作。我哋呢度咧嗰啲學分就係3年制會係60個學分嘅。咁我哋如果喺3.5年或者4年嘅制嘅嗰個課程，我哋就係81個學分，會多收啲有關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一啲課啦，或者係非華語幼兒嘅一啲課啦。咁我哋係有主修啦、教育研究啦、學校體驗啦，同埋專題研究嘅一啲課程俾大家去選擇嘅。OK，咁其實可以 cover 到我哋幼兒教育所有同幼兒服務有關嘅一啲領域啦，語言啦、數學啦、藝術啦、科技啦，等等，多元需要等等。OK，咁有9大選修方向俾大家去選修，選啲你中意嘅科。
去 fulfill 到畢業嘅要求。OK，咁咩申請者我哋會即係會派到 offer，我哋會符合我哋嘅入學要求咧，就係你需要有一個幼稚園嘅教育證書課程嘅畢業書啦，或者係高級文憑課程嘅畢業書都得嘅。或者你有幼兒教育嘅，就係 childcare 啦，幼兒教育嘅證書或者高級文憑課程或者係同等嘅學歷如果你喺內地過嚟，有機會你要做啲學歷嘅驗證。OK，咁合資格嘅申請者咧，我哋都有機會會邀請你哋嚟參加面試嘅。咁如果你唔肯定，其實你都去揾我哋去 check 一 check 嘅。OK，咁我哋上堂主要喺第部啦。咁三年制個課程我哋都會提供多一個選項，其實就喺將軍澳可以上堂嘅。OK，咁大家都唔使驚，我哋肯定喺夜晚先有堂上，同埋星期六嘅下晝。咁我哋入讀咗我哋嘅課程有啲咩好處咧？你就都會去接觸到好多業界嘅資訊，好似講座啦，好似今日啲講座啦，同埋工作坊啦，呢啲就係offline 嘅。我哋線下都會有啲工作坊提供俾啲我哋嘅學員，同埋我哋會邀請啲學員組織大家去參加一啲體驗啦，去訪問啲學校啦，同埋去內地去做啲考察啦，甚至乎我哋有安排資助去俾大家去新加坡啦，去澳洲啦，去參加啲海外嘅考察，OK，同埋芬蘭都有啊。咁大家去留意翻我哋幼兒教育學系嘅一啲社交媒體，去跟進翻我哋啲資訊。咁如果你對於我哋嘅呢啲課程有興趣咧，都歡迎你哋直接打我哋嘅電話或者 email 我哋嘅團隊咧會即刻俾到大家一個回覆咁你有任何疑問或者你考慮報讀我哋都可以我哋好快就會開始下一個學年嘅一個叫收生啦，所以你大家可以特別留意我哋嘅嗰啲社交媒體啦。咁我會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建班博士，咁我哋都會留翻呢個頁面俾大家去 scan 埋啲 QR code，唔該晒。好，唔該晒偉鵬啦，唔該晒楊博士嘅一個非常之精彩嘅分享啦。咁就同我哋 share 咗好多個好 practical 嘅一啲案例，去睇睇點樣去更加之實在地去教我哋小朋友嘅一個高階運算思維。好，咁而家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想睇睇大家會唔會有任何嘅問題想同我哋楊博士有一個交流。如果大家有問題、有任何疑問、有任何問題嘅話咧，都可以係喺我哋嘅 chat box 裏面打返啦，又或者係可以直接開麥講都 OK 嘅，係啦。好，睇睇大家有冇啲任何嘅問題先。咁或者我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先。誒，OK 喎，已經OK，我唔使問啦，已經有我哋嘅觀眾已經喺度問緊問題啦。好，偉鵬可以睇一睇我哋嘅 chat box 係啦。喂，老師們能聽到我講話嗎？可以的，您說。哦，我就只能講那個普通話。可以可以。好，老師們大家今天下午好，非常開心，就是榮幸能夠來聽這個講座。因為我本身也是學心理學的，然後現在是在學前教育專業任教，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能夠去聽這個老師的分享。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其實老師提到了很多去培養高階思維，同時呢也去能夠覆蓋到我們很多各方面的一個全面素質的發展嘛。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雖然我有聽到講社交啊，對吧？這些能力，但是其實因為在境內的話，大家其實也就很矛盾的這個心態，又想要讓孩子去學 AI 學編程，但是呢，他們又很擔心這個 AI 這個編程的話，會去影響孩子們的一些社交能力發展吶，會去影響他們是不是就不願意跟人交流啦？因為機器已經很好玩了，對吧？他就可能跟這個機器人去玩去了。
那这个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嘛，就是那个柯洁，嗯，就是柯洁他就说了一个，如果他是家长的话，他一定不会让他的孩子很早去接触这些编程，他觉得都是骗人的。那想请教一下，就是杨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然后呢，他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呀、社会情绪的发展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谢谢李老师和杨老师。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我们交大的校友吗？嗯，不是的呢，哦哦，OK，很我欢迎你。是看公对，公众号上看到的。是是是，哎，我看你还挺有想法的。OK，就是这里头哈，就我不知道那个 Chatbox 也是你提问的吗？嗯，不是的，哦，聊天室不是你的问题。对对对，聊天室不是我的问题，我是直接开麦的。OK OK，是这样子。那个我们先回答这个刚才提问开麦提问的，就是呃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不知道任何的社会网络是怎么宣传，就是早期的这种编程教育，但是首先作为教育者，你自己要先研究背后的理论，还有背后它有没有一些什么科研的证据来支持它好还是不好任何一个教育现象本身，任何一种教育的方法，或者是任何一套课程其实都有相应的一些研究的资料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通识的一个科普的讲座，所以我没有说给大家直接去呈现我们的实证的研究数据但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成果也是发表在了我们这一个编程教育领域的最好的期刊，我们有一些很开心的一些结果，就是发现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用的是故事启发式的编程课程，那我们这一套课程就发现对小朋友的这种影响呢，不只是他的高阶思维，同时也影响了孩子的空间思维，影响了孩子的这种亲社会行为我们对孩子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测量，去看孩子接受了我们8周的课程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实质上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就算在这么短的时间8周的课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我们用了很严格的这种随机的实验控制，我们就发现它居然对孩子的其他的能力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亲社会行为我们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那他的这种空间思维，我们觉得肯定是还是蛮好的，蛮有影响的，对那我会认为，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去论证，发现这样的一些编程教育，只要通过适合孩子的方式，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更好的成长，而且他们所运用的这种能力，是他受益终身的，而不是说短期受益，对吧？我们讲空间思维，我们讲计算思维、运算思维，它都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很简要的分享了它背后的理论依据。它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已经有很完整、很系统的理论，叫建造主义理论。那建造主义理论的提出者 Simon Papert，他是皮亚杰的博士后，他们之间就是同事的关系。他在 MIT 做了几十年的教授那他的这些理论已经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所以我从一个科学的角度去回应你的问题，就是说只要使用得当用高质量的编程课程是非常有益于孩子的当然现在就是鱼龙混杂，你很难知道市面上你送孩子去的这个课程，它到底是一个比如说高度使用、高度依赖计算机用电脑、用平板那种屏幕的编程，甚至说它的教学方法可能就不适合孩子，可能就是灌输式的编程那这些方法它不是因为编程本身的问题，而是说教学法出现了问题，对吧？它的课程设计出现了问题甚至有一些市面上有一些课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研究呢？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一些课程它是没有目标体系的，他们所做的活动是很随机的啊，可能今天给你做一个 A，明天做一个 B，A 和 B 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啊，或者说他们的师资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啊，可能他们随便就去上课了啊，他们也没有认真备课，对吧？那他对计算思维，他对编程也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所以这些是很多的其他因素造成我们市面上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对编程有一些误解。对，OK，这就是我的一个回应。好的，谢谢杨老师。您刚刚就是提供了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数据啊，还有包括，它是一些随机性的实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严谨的。就是有机会我也去拜读一下您的这个作品。其实刚刚您在回答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些想法嘛，但是就简单提一下，就是因为时间原因，可能不耽误其他同学、其他的听众的一个时间。就我会想，他比如说。他会不会受他本身的一个个性特征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他的这些亲社会行为哈，就是他本身，比如说，他原始的这个亲社会的行为，或者说他的这个性格，比如他本来就喜欢跟人家去沟通交流，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愿意跟人家去合作。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本来就不爱沟通，不爱交流，他会不会就因为有了一个这种不需要去这种互动的人际互动的这种玩伴？他就变得更加的有一个依赖性，就依赖这种非人类的一个沟通呢？所以我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哈，但是呢，可能也没有去查阅相关的文献呢，还有就是就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跟杨老师和李老师沟通，因为我知道李老师他是做社会情感相关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贴切的，就是您二位的一个研究方向。然后呢，我会很好奇。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像咱们的这个在香港这边做的话呢，师生比大概是多少呢？如果我们内地想要去落地去做这种培养的话，因为我们可能大家这个老师和孩子的配比不太一致，它的这种成本高不高啊？就是做这个高阶思维的培养、运算思维的培养。那个建斌，你要不要回应一下他那个社会性的问题？可以，我可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像我们做一些这种叫做教育干预实验或是教育有效性实验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会用一个叫做控制组随机，就是实验组控制组这么一个研究的这种方式来做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叫做随机分配随机分配。那其实它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您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它的确会有这么一个影响。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可能是他本身就是很爱跟人家去沟通，很爱去跟人家社交的，有些可能就不太爱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这个随机分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把这种概率，比如说假如说都是爱社交的，它有可能有同等的概率会分配在实验组，有同等的概率会分配在这一个对照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通过这样子这种平衡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给平衡掉它的这一个它原来的这种基础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统计上面去达到这种控制的平衡。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哎，是不是说我这样子通过随机分配就一定他们就没有差别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统计上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他们在接受课程之前会不会有这一个差别。如果是的确是有这个差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他们这种原有的这一些。就是原有的这种差别，把它给控制住，只是看我们这个课程对它的影响会有多少。所以您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它的确是一个 concern，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无论是在实验的这一个控制上面，实验的操作上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统计上面，都可以达到这种排除的这一个功能这是我对您刚刚的那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我把这个时间交回给维鹏。对。还要回。对对对。对，我很认同。对，刚才就是，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已经做了相应的实验控制。我们的结果相对来说，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相对大样本的，相对
也可能比我们之前的预研就要更加严谨，所以这些结果还是值得一看的。那在这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是有不同的气质类型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在编程活动当中，根据我大量的这种现场的观察，我觉得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它能调动孩子去社交、去表达的这种动机他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认为小组活动然后他的这种结伴编程，他其实就会让孩子，哎，他本来就不喜欢说话，结果他到了这种场景下，他就开始说话了那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突破那这个比例来说，香港是1:10左右。就是幼稚园就相当于内地的幼儿园可能小一点的孩子会更好那平均可能就是1:10左右，可能稍微比内地好一点点，但是可能一线城市也差不多是香港这个水平啊。目前就看到那个我们这个 Chatbox，有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深圳的老师，OK，那我还是用普通话简单回应一下，就是关于这种编程课程，它的优势不是绝对的，我们并没有从来就没有说其他的课程不重要或者说我们认为就是培养孩子的思维其实是有多种选择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跟孩子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他所入读的幼儿园也有关系，他所接受到的这种教育的机会都是有关系的，对吧？所以如果他的家庭环境比如说他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他可能也有很多种活动能够帮助孩子发展他的思维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这种东西是绝对的但是就是我们认为它是有优势的，而且呢这种编程的活动呢，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案例对吧？孩子的真实的案例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一个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都可以感受到它本身是一种跨学科的、很综合的一种教育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发展孩子多方面的能力，同时孩子的这种思维发展是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动手操作去提升，他的这种思维是真正运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当中的，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发展它的这种教育的价值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我们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不断的去让更多的幼儿园、更多的孩子能受益于这种相对优质的教育。好像有 OK。好，谢谢杨老师和李老师。我看到又有说就是关于硕士课程，要不我们把硕士课程也拿来宣传一下就是我会建议，如果你是想学幼儿跟 STEM 方面的，那你肯定要报幼儿课程啊，因为 STEM 课程讲的都是中小学的如果你去 MIT 的那个学系，他们讲的都是关于大一点的孩子甚至很大的孩子，可能高中的孩子的一些 STEM。那个建兵，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招博士吗？博士课程的话，我们的确最近也是在招博士的。啊、博士课程的话，我们其实就是现在有两种吧，一种是我们叫做 PhD，就是学术博士吧，一个是叫做教育博士，是 EDD。那它两种的话，它有不太一样。PhD 的话，它现在的这一个申请时间应该是到12月1号就截止。EDD 的话，它应该是到明年大概2月份才可以截止吧。对，它相关的信息，PhD 相关的信息呢，请大家留意我们的公众号，我们这个星期四的公众号就会出这个招 PhD 的这个广告，还有这个介绍。对，因为这个内容还是有点多，对，在这里讲的可能就是不太够時間去展開來講。其實我睇到有好多本地嘅學校啲老師定係校長都有嚟嘅，咁想睇下我哋本港或者澳門有冇啲咩
問題想問嘅都可以問。如果想諮詢我哋5年全日制幼兒教育學士課程嘅話，可以請你留低你嘅聯繫方式，跟住我哋會有專人嚟同你去對接都 OK，係啦。或者你發俾我而家屏幕上面任何一位導師，佢哋都會將個信息去轉發俾我哋都可以。好，睇一睇大家仲有冇任何嘅問題先。咁如果冇任何嘅問題，或者係之後大家仲想有其他想同我哋有進一步嘅交流嘅話咧，咁就都歡迎咧，大家可以我哋之後再保持一個聯絡。咁喺我哋結束之前咧，都想大家咧係可以喺我哋屏幕上面啦有一個 QR code 係咪啊？係咪有個 QR code 呢度？係見到。係有個 QR code 啦，咁都想請大家可以留低翻你哋嘅一啲嘅一個對今次我哋呢個講座嘅一啲寶貴嘅意見啦。咁如果你係想喺上面去同我哋有任何關於課程上面嘅一啲聯絡嘅話咧，亦都可以喺上面咧去寫翻你嘅一個留低翻你哋嘅一個聯絡電話啦。咁我哋亦都會有專人嚟同你哋去做一個對接嘅，係啦。好。咁如果今日暫時未有其他問題嘅話咧，因為時間都差唔多啦，都已經6點半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嘅一個幼教說咧，就先到此為止。咁就多謝大家嘅一個嚟臨同埋參與啦。咁希望喺下一期再見到大家，係啦。好多謝晒大家。多謝，多謝，多謝，thank you，多謝尖邊，thank you。